在咱在日前来讲南投县民间这个清北坑地区，伫农委会地改场的辅导下，由台湾原生种的茶呢改良做出来这个细小的红茶，唔但有特别的滋味，佮带有这个乌龙茶香气，成功带动这个清北坑茶米的发展。农委会地改场甲清北坑茶农无共的制茶技术，其中茶农谢清泉成为民间乡第一位成功研发小药金钻红茶农民。想不到这个小叶种这个来做起来这个红茶哦，那个香气特别好，它那个茶水哦更甘甜。小叶红茶品种有真济，有的会有乌龙茶香气，有的会有真高的牛奶味，所以直到采收期，茶农拢会真期待。这一次采收跟下一次采收，它会呈现有蜜香味，然后还有蔗香，还有一次我们做到那个木质香，很像伯爵红茶的味道。茶农谢清泉对茶园管理嘛用上有机的方式来种，唔但种出有特色的茶米，对茶园嘛真优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